Hello，大家好，又嚟到我 NetChan 頻道嘅時間啦。咁呢集節目呢，就係 NetChan 馬膽嘅。每次賽事我都會揀兩場賽事，每場賽事揀一隻馬膽同埋一啲配腳俾大家參考下嘅。咁大家都知道係一個係公平、公開、公正嘅頻道啦。咁啊，每次講馬膽之前，我都會回顧翻上次賽事提供嘅心水嘢。首先，上次 YouTube 頻道免費發放嘅 NetChan 馬膽第一場精明選擇 3.1 倍贏馬，比我想象中熱咗少少，因為我諗住有其他馬孭飛，不過比我想象中熱咗少少。咁 Q 比 Q 都拖中㗎啦，一拖三都拖中隻星雲浩騰同埋隻大利好運㗎啦。咁啊 Q 比 Q 單 T 三重彩乜都係中㗎啦嚇，如果大家買嘅話。咁另外一隻第7場嘅超越名區就臨場冇飛嘅，真係冇。咁啊中腳咯嚇，咁啊標誌星河同埋嗰隻扶搖世勁都有拖到，不過早一日拍就有個問題啦，就係臨場冇飛你避免唔到啦。咁啊越騎越褪，退埋翼，超越名區冇仇報。上次 Patreon 獨家發放嘅冷腳未竟全功啊！第5場陽光寶貝 8.9 倍，跟個位其實都舐舐脷嘅，但係入到直路竟然冇，有啲失望。第9場川羅洞區就確實就唔夠呢紮泥地專家跑啦，好似跑包尾添，結果翻到嚟放一放翻嚟跑包尾。咁啊，上次 YouTube 發放嘅高出賽馬第5場嘅陽光寶貝同埋第6場嘅翠兒威威都係落地。咁啊，今次算係2場 Group 2啊，咁就冇高出賽肉馬嘅。咁啊，不過唔緊要嘅，聽下 NetChan 馬膽。事不宜遲，第一個場次，我揀第3場嘅馬膽，揀12號嘅天下寵兒。咁呢隻馬我諗都鬥志幾好啊，真係場場搏啦，近2場都輸個頭位頸位都算係幾失魂，因為近2場嘅水準我都覺得唔曳啊。前嗰場跑第2，輸俾閃光燈再出都贏啦再出係冇贏啊，唔係即係跑近啊，唔係贏，再出係跑近嘅閃光燈，佢係冇飛之下留得勁後跑近。跟住啱啱嗰場輸俾極速贏，其實極速贏咧升班再跑湯姆森攝咗喺裏面咧，其實嗰場佢應該要贏，但係跑得好差，因為俾人夾住咗，唔好話跑差，總之就好失運之下上咗班冇啦。咁鼓浪高升就之後再出就臨場冇飛嘅又冇，咁拍馬良追之後都頂到過第3係嘛？好似啱啱嗰場再出，其實呢場賽事又係水準唔曳。咁今次賽事咁啱啊抽到一檔。賠率就我諗佢最後可能有機會，而家就次熱門啦隔夜，但我諗覺得佢最後有機會同嘉應晉升咁上下飛數嘅啫。大家唔好睇小呂健威賭錢嘅能力，賭馬嘅能力啊，真係都賭得好大嘅。如果有信心，即係臨場越有飛你就越開心嘅。天下寵兒臨場冇飛你又驚。我覺得天下寵兒有個一檔近2場水準都好咧，咁移走位嘅一檔，希望田太可以發揮得好啦，揾佢做馬膽啦。配嘅選擇係揀2隻嘅啫，第一隻係揀6號嘅快活英雄啦，久休復出啦嚇，叫做久休啦。咁12月而家去到都3月尾啦嚇，3個幾月休息咗。咁今季唞夠初出咧都跑得好嘅，都係湯普森嚟嘅啊！我要重申啊，今季初出唞夠之後初出湯普森咧都57倍爆咗個第3嘅，今場亦都係唞夠初出又係湯普森，試集都係有走勢嘅咁。檔位亦都唔太差啦，揾佢拖腳啦。第2隻配腳揀翻7號嘉應晉升啦，呢隻馬就你話係咪靚到100分咧？當然唔係啦，試集咁，但係都值得關注噶啦。你有個檔位咁，嘉應高升、嘉應晉升，大家係睇實噶啦，咁咪拖埋佢咯。咁啊，所以場馬膽咪12號天下寵兒配腳選擇6號快活英雄同埋7號嘅嘉應晉升嘅。咁啊，未講第2個場次之前係講嗰啲收費會員計劃啦，咁就分 WhatsApp 嘅臨場收費臨場分析啊，同埋 Patreon 嘅賽前分析嘅。WhatsApp 嘅臨場分析咧，今晚11點鐘之前咧應該有最後嘅每一場賽事嘅初步嘅首選、次選、副選啦。去到聽日每場賽事開賽之前6至8分鐘咧，有最後嘅首選、次選、副選啦。騎練動態、場地形勢、孖步飛數同埋我投注建議嘅。
咁啊，亦都大家知道我係非常之着重買星水孖寶啦，因為大家知道啦，你買落馬會 WinPay 一買落去咧，佢就抽你17.5%啦。咁點樣可以長期戰勝呢啲抽水咧？就係、要靠星水嘢啦。星水有兩種嘅，第一種就係大彩池有多寶嗰陣時候，多數星水㗎啦，即係譬如六環彩啊、四連環勝龍彩啊、3T 啊、孖 T 啊等等咧。當佢有多寶嗰陣時候咧，多數派彩係幾好分嘅，咁啊星水啦。第二種星水就要靠孖寶啦，咁啊大家平時睇我呢個頻道都知道，我一孖寶一中親星水咧都幾十至100%星水㗎啦，咁所以非常之重要。咁啊，如果大家對呢啲臨場分析同埋臨場分析加星水孖寶通知圖表資訊有興趣，歡迎經過 WhatsApp 68447635啦，或者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去聯絡我，去攞低有關臨場分析同埋臨場分析加星水孖寶通知圖表嘅資訊㗎啦。第二個場次揀未講第二個場次之前 Patreon 賽前分析，禮拜三晚你可能返工，禮拜六日你可能家庭日未必可以坐定定去聽我啲分析同睇我啲投注建議，所以 Patreon 賽前分析非常適合你。超叻會員純支持啦，足球股票啦，股票去睇免責聲明啦，同埋養冷腳獨家分享。極叻會員純支持啦，足球股票啦，股票睇免責聲明啦，養冷腳獨家分享，同埋所有場次所有馬匹嘅馬分數都會放上極叻會員欄嘅。咁大家平時睇咗我直播論壇嗰啲計碼啊，或者有時我喺 Natural 馬膽片都會放啲計碼分數出嚟嘅，都知道呢啲分數係非常之具有參考價值㗎啦。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去第二個場次揀第九場。第九場馬膽我揀翻今季都係我覺得好強嘅馬匹啦，5號嘅跨境寶馬啦。我唔知係咪呢兩次我都係揀佢做 Natural 馬膽咧，有機會啊。如果唔係兩次都揀咧，至少上次係咧，我唔記得咗要睇翻。咁今季兩場都係同個情況㗎啦。布文係真係好着意地將呢隻馬贏到唔係好遠，唔花氣力咁將呢隻馬贏咗加分，唔好加咁多咁樣。布文係好着意咁樣做嘅。初出嗰場又係咁做啊，直路內線即係基本上2搭3搭，求其走位入到直路出咗頭就喺度搞下內閃嗰啲嘢，幫隻馬減速多過加速嘅，咁翻嚟緊贏唔係好多啦。咁啊上次咧轉彎入到直路之後，跟住隻英雄志剛仲要其實可以一早抽出嚟過去，但係佢仲要等多50米啊，起碼喺英雄志剛後面等多陣先啦，唔使咁早抽出嚟啊，再抽出嚟先過嚟。談笑用兵啦，根本上4個字啦。咁呢次分數就加得都算多啊，加8分，因為佢贏嘅距離唔係好遠嘅，就係贏半個馬位嘅啫，加8分就傷。初出贏4分3個馬位加7分，上次贏半個馬位都加8分啊。平榜員都話，知你諗嘢啦，布文咁，都唔加你咁多啦，加你8分算啦，咁樣樣嚇。咁今次升嗰班對手唔算好強啊，揾翻去做馬膽啦。呢隻馬我估今季都仲有2 win 喺手咧，好少見到蔡約翰咧，即係近幾季我哋都少咗見到蔡約翰啲馬嘭嘭嘭咁贏上去。呢隻馬今季好有機會嘭嘭嘭咁贏上去嘅。咁睇下今季，我估計佢有4場頭馬今季，咁而家贏咗2場啦，睇下會唔會整多2場咧？咁啊呢場希望佢贏啦，咁啊揾佢做馬膽。配個選擇，第一隻揀2號嘅飲杯，呢個分數咧就。我覺得都還可以嘅，不過佢場場都係近下，冇乜殺着咯。咁今次翻嚟田草，對手唔係咁強，檔位亦都好，田泰幹亦都贏過呢隻馬，咁所以揾佢做配腳咯。第二隻配腳揀3號嘅嘉應掌聲。嗱，臨門嗰個試閘，我覺得算係試得唔錯。呢隻馬係今季輸到人哋有血㗎嘛，初出2.5倍，好似由晚輸3個晚位。跟住跑1000冇人理啦，跟住上次跑1000米又係唔知點解又係好熱咧，又係輸4個馬位。咁今次話竟然比季初減咗3分啦。臨門試課集咧，即係休息咗好耐啊。臨門試課集我覺得都理想嘅。咁潘明輝咁啊拖佢啦。第三隻配腳揀翻上次6號，即係新力好啦。大家講到莫亞哇冠中啊，左手加右手啊，咁樣一堆嘢之後，跟住就冇咗啦嚇。咁你話前嗰場田草嗰場賽事出唔出色咧？跑第二唔叻㗎，但係今次就配翻潘頓咁，即係對手亦都唔係好多之下，勉勉強強揀翻個配腳，佢就費事去鏟入嚟咁解。咁所以長馬馬膽5號跨境寶馬配腳選擇2號飲杯、3號嘉應掌聲同埋6號嘅新力好。咁希望大家中意我段片同埋分析啦。如果中意嘅話，俾個 like 同埋讚我，同埋分享呢段片俾啲朋友睇睇，去宣傳下頻道。如果大家對我以上分析有咩意見，
都可以下邊留一留言。如果打算揀啱支持我咧，都可以喺 YouTube 片下邊留一留言嘅，留句謝謝啊 fans 啊，我都相當高興㗎啦。咁大家留多啲言咧，我回覆多啲咧 ，YouTube 就會知道我呢個係非常之優質頻道咧，咁佢就有分派我啲片咧，俾更多 YouTube 迷睇，更多 YouTube 迷睇咯，自然令到 view 數上升啦，隨令到非常之微薄嘅廣告收入咧，再增加多少少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咁到最後，希望大家嚟到 YouTube 頻道 NetChant 談賽馬，仲要做啲直播節目啊，例如海馬直播啊、職場足球投注分析啊、直播賽馬論壇等等啦，同埋你而家睇緊嘅 NetChant 頻道，兩個頻道都撳訂閱，按鐘仔撳全部，咁訂我所有新片，你都有個通知或者 notifications，第一時間知道㗎啦。多謝你支持，下集再見，拜拜。